招起来，招起来！脱口秀台语第二季要开始报名咯！无论你是台语的武林高手，还是拄仔要学台语的新手，唔免惊，做你来，这就是你的舞台。大家做伙讲故事，练嘴花讲笑开，欢欢喜喜来比赛，轻轻松松拼奖金，紧来报名哦！欢迎收看《Talk 秀台语》。咱来 talk show 台语。哎呦，咱来 talk。笑台语，今仔日呢，要来开始咱第3届。哎呦，你是看到歹物啊哟？安那啦？安那啦？我看到的是你看到的吗？对吗？今仔Sandy是不是看起来怪怪？这边我唔是 Sandy 啦。你唔是生了的Sandy？无啦啊，Sandy 吼，伊要生啦，嘿，爱休困安尼啦，所以伊袂当来。安尼。嘿因为这组人甲我真熟嘛，真我就讲熟我来啦。你来啊？哦，你嘛是打电话甲我讲，害我惊一个。talk show台语无？所以只下来拍会来救会。唔安尼讲，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，唔知我来大家有欢喜无？哇，欢喜是欢喜啦，是讲吼，Sandy 换，好，差不多打发较济了。啾咪啊！啾咪。对。啊，Sandy 换咱采花节会影响恁的表现无？咁袂啦，袂啦吼。尽量放好自然，吼，你尽量放好松，愈松愈好，唔好伤暗哦。像我就较暗淡薄，你做你较暗了，不要较暗了，喙最较较暗，暗啦。所以大家甲我手头嘛真暗。手头。对，所以大家甲我讲伊一寡迄落吼音乐话吼，如我听到了，我的喙足暗的，我手暗动动拢袂讲出去。啊，咱今摆要开讲一个。免，免。即摆先来介绍平信。所以介绍一下平心来讲。介绍这位平信呢，是我的三兄柯浩顺。是哩，人咧讲好天就爱欠好来牛啊，啊那咧有趁钱来经一个水饺牛，今仔日咧所有的选手吼，大家爱加油，吼，把你的力量甲集合起来，将所有的你的对象拢甲处理掉。你讲好无？再来给介绍这位何浩平先生。什么人是何好平？什么人何好平？黄啦，伊说黄黄啦，迄是何好杰，何好杰是另外一个演员吼，蔡阿嘉是另外一个 YouTuber 吼，我嘛毋是蔡阿嘉。啊，你有做黄好平，黄和平。大家好，我是喜剧贵公主黄好平。哦，贵公主有哦，贵公主，七月时讲贵公主，无啦，出柜的公主啦。不是啦，不是啦，足贵的公主啦，足贵的公主啦。人伊无爽呢，人伊直接得提1,800呢。收少啦，无啦，对啦。停车费都无够嘿。好来，再来第3位，这个评审足厉害。伊自细汉吼，因为笑谈一双秀花的，从此以后一生奉献给歌戏。今摆是咱的台湾国宝，欢迎董碧云。欢迎收看《Talk 秀台语》。阮这个节目有上赞的主持，有咱天后王彩华会甲咱保庇，也阁有上有才华的耗子陪伴伊。谢谢啦。哎，你好，
老师你好。老师哎，你好，哎，啊，咱徛遮远哟，来你好。哦，老师你哪会遮短？啊不，唔是，通常哦，我会叫我顶一届来吼，讲足长呢，啊，有加条无？好听的倒倒啊，就会使。拄啊好就好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董美芬老师呢，就较早我囡仔的时阵，我就对伊伫边啊，哎，我拢爱叫伊的衫裙安尼。恁会所差遮济，有差遮难讲。因为我当出道的时阵就16岁嘛，啊，开始演董老师的迄个《千里姻缘路》，伊拢带我去四季安尼吼，食清大拢靠伊。你看伊人偌大方，到即摆做歌戏拢了钱。伊拢为着咱即个歌戏，即个传传统文化。我做惊顺哥甲我拍卡声咧。哎，你这点甲身体是要讲要讲的，无唔对。为着咱的传统文化。对传统的文化，歌戏呢，伊呢一直咧栽培足侪歌戏的新人，所以呢，伊即款的精神，为着台湾的传统文化，亲爱好朋友，拍声吹来！感谢，多谢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係啊。已經賣2間厝啊！可能你讲卖2间厝，但是老师伫咱公司台语台有史以来收一个冠军上冠是的。哦，拍声在鼓励者。感謝大家支持，是聽迄個台長伫咧講是開台以來是收視率上懸的，而且係對，這是啊，你真正是吼，安那奉上，係是，你實在是足夠緣投的啦。愛非你安尼講，寡人就歹勢咯。奉上敢會當唱2句啊？哎呀！也愛回來何必啦？你是多客氣，也望你時常伴定的身邊。好聽，多謝，感謝，謝謝親愛的，謝謝。多謝奉上啊！哦，你拄則甲老師考試，伊雖然呢激興的呢吼。老師是寧可不得嘿，18般武藝，行改良。哇，啊，所以今仔邀請老師來，真正是先拼先樂翻天呢。就是咱這個階段。對，要開始啊！觀眾朋友啊，今仔日第3階段的主題是先拼先樂翻天。節目要派出最厲害的觀眾，請觀眾先來表演，刷落來選手才來挑戰。在咧選手表演完之前，評審若是超過2個圓箍啊，就算過關咯。到底在咧強手關注的壓力之下，選手敢會當順利晉級呢？馬上來歡迎咱今仔日第1位選手，咱的韋德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韋德。進前比賽，你的對手攏是下骹其他的選手，但是今仔日唔是啊。今仔唔是哦，會驚袂？最緊張的，有帶咧蛋吼，有帶咧蛋，帶咧蛋吼。帶咧蛋。阮有可能邀請藝人，還是練喙花演員，對哦，還是網水來做你的對手。是哦，這屆比賽你有信心無？這屆比賽其實無啊，有信心，有信心，有信心。加油！安尼先來邀請伊的關注出來。哎呦，王孝偉。哦，跑下過來。哦。哎呦！高高立立。加油！你知阮這台是講台語的呢？我哪唔知，我的戲才拄啊點咧公共電視播了爾呢。你講我的婆婆哪有這麼水？第2集，你有看？真好看，而且少偉哥伊講台語嘛是真認真。拜託的，我踮咧厝裡攏講台語的呢。有影影，真正的因為我啦。當着你的時陣攏講國語嘛。對啊結果你台語有哪真厲害？啊，當然啦。你倒位的人？啊，你唔是人？我台北人。哦，都台北人嘛是有咧講台語的啦，對啊。但是啊，上重要是吼，你即馬講台語吼，你有較濟所在通趁錢啊。為個？安怎？你佫欠偌濟？好，即馬欠足濟，迄戲搬了無代志做啊。無代志做。對哦。啊，只好來遮騙錢。無安尼講啦，你是靠你的實力呢。無啦，靠我的實力啦，啊，毋過大部分是騙錢較濟啦。迄個甲我戲內底角色足共。哎，小等下，哎，哦，伫內底做騙錢啊！我看起來吼，
咱即马现场有迄个诈骗的集团，咱若无报警是袂使的。其实我感觉安尼介危险，咱还是先敲电话先报警。我是看伊哦，多困起来的民啊，就要来骗钱哦。哎，你会使较敬业的袂？哎，师兄，我穿迄个运动裤啦。我本来是想讲内裤，那会遮长呢，那会遮大呢。我甲你讲，来这种所在哦，就爱你头拄有讲爱送。我问一下咱的选手的，你看到少伟哥、少伟，你感觉安那？真么心来？本人做引导呢，是，本来是都小等者，哎，小等咧，头拄我是感觉有一个骗子，即摆有两个骗子，两个讲实话，讲实话，会错无？即摆会错无？啊，毋过你免烦恼，嘿，安怎？因为我的记忆无好。所以较等要表演啥，我即摆已经袂记啊。袂记啊吼，啊你叫什么名？王孝伟啦，王孝伟对啦。啊你的七仔什么名？阮七啦哦，柯南你是讲多一个？你点啦？啊，无啦，朴树啊！哦，来十个。我瞧者，你瞧，你看那个嘴足臭屁安尼哦。无啦，阮好朋友啊，好朋友啊，实在。哎，女朋友叫什么名？算哥，你可能唔知影，因女朋友拢是租的啦。迄拢有签约的，一年签啦。无错啦，我来讲啦，签到差不多应该是今年就无结果啊。无啦，我直接买落来啊，等，你来开讲的哦，你来比赛来做关注的，你即摆给我开讲起来，水，甲好拍拍手，水。我来讲讲。哎，莫安尼啦。地多小伟啊，真紧张超啦，紧张的。伊紧张，伊即摆要尽量放互松。啊，伊一直讲咧，迄都咧记袂掉啊！你搁甲伊一直讲。我跟你讲啊，你搁等啊，你著去啊坐，即摆要开始啊！我即摆场面足乱的，谈咩？即摆马上来，我那下位的表演开始。哎呦，我紧张啊我。好。规直短短一句话，互评审讨论几波啦。印度神童预言家阿南德真啰嗦啊！台语名叫做破格人啊。咱以前是咧骂人才会讲破嘅，我拍切衰，唔是，拍切衰是你甲讲歹话，你拄仔你甲纠缠。这应该是讲哦，虽然阮想好再甲你讲，阮讨论一下。为着你是家因回事咧。招起来，脱秀台语第二季要开始报名咯！无论你是台语的武林高手，还是拄仔要学台语的新手，唔免惊，做你来，这就是你的舞台。大家做伙讲故事，练嘴花讲笑开，欢欢喜喜来比赛，轻轻松松拼奖金，紧来报名哦！欢迎收看《Talk 秀台语》。咱来 talk show 台语。即摆马上来，我那下位的表演开始。哎呦，我紧张啊我。好。大家好，我先自我介绍，我叫王孝伟。我吼，无够大声，搁较大声的。我吼足介意做外景的节目，我甘愿踮咧外口晒日头吼，嘛无爱咧内底吹冷气。所以吼，足侪人讲我孝伟啊吼，笑笑。我会记得我有一届去泰国啦吼，我有一个朋友吼，人真好，惊我水土袂下吼，逐工就叫我去食餐厅啦。啊，毋过我转去饭店的时阵哦，看迄边啊，迄路边摊哦，迄生意实在有够好的啦。迄排队排偌长的呢，迄毋若是讲吼来遮佚佗的踮咧遐食，连迄在地的泰国人哦，嘛拢踮咧遐食。我就甲阮朋友讲吼，互我食一下路边摊。啊，阮朋友讲袂用的啦，迄环境吼无清气。啊，搁再讲迄香料吼，你可能食袂惯势。我讲我是啥？王大胆呢，试一个啦。好食甲口出来啦，真正有够好食。啊，毋过吼，这好食吼是爱付出代价啦。你敢知影？铁拍的身体吼，袂甘迄3工的啊。足3工啊，老到我是软骹，你知无？人去泰国算是3碗猪脚，啊，我去泰国算是3工软骹。啊，阮朋友就讲吼，啊，就甲你讲吼，遐吼。无清气啦！我甲阮朋友讲吼，我遮是闹甲真清气。啊，阮朋友讲吼，你安尼闹吼，嘛毋是办法，叫我去挂大档。啊，我去挂号的时阵吼，奇怪哦，挂大档啊！
你吊大档的啦。阮朋友叫我去吊大档伊啦。迄两种怎啊夹做伙讲啦？是，两个夹起来讲。迄个吊大档，不是挂大档啦。吊大档啦。啊，因为奇怪吼，我去挂号的时阵哦，啊，遐个人讲叫我困醒才来，我讲 no， 我已经闹到无法度困啊，我即马就要来。伊甲我赶出去呢，无让我挂号呢。后来我去问，我才知影吼，困醒才来吼是太文啦，迄意思是讲哦，你叫什么名啦？啊，我叫遐 no， 无怪人无让我挂号。啊，所以吼，我讲18秒。我讲我的生活吼，我的生活吼，真正是真趣味啦。啊吼，人生就要勇敢吼，才会讲精彩。啊，什么代志拢会使试哦，加一项代志我唔敢试啦，就是婚姻啦。因为吼，唔免试嘛，知影足危险的啦，随时拢会闹出人命啦。时间到，哎呦，最后1秒啦。啊，你这个咧现实的，有限时的2分钟。感谢小伟的表演，来，再来换咱伟德，有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伟德。看到小伟遐精彩的表演，我就想讲，你若晓讲台语的5甲6啊，你就会当模仿乌多巴的声音。你吹乌多巴，我，6，我拍摄，我知影，这无好笑，我知我做见笑。乌多巴可能状况无讲介好吼。我感觉吼，台语足简单、趣味，搁直接。恁大家会记得印度有一个囡仔叫做阿兰德。伊成功语言新冠肺炎全世界大流行，规人唱甲抓袂牢。伊的华语名叫做印度神童预言家阿南德金勒瑟啊。台语加足简单直接的啊，台语名叫做破格囡仔。听起来敢人错咧。台语的俗语啊，讲乌鸭喙、好蕊蕊。啊，台语真正足水的，恁有发觉无？台语有足侪形容词，是讲法是 APP， 伊的意思就是后壁2字是共款的。你嘛会当讲是他字词，像讲红记记、白闪闪、乌噜噜、青笋笋、白泡泡、幼咪咪、电扣扣、爽歪歪、破声吹落。我阿公啊，顶一辈定咧用的他字词，需要团停落去。所以拢会甲我客气，我讲伟德啊，你若是看即个局势，看袂清、想袂明，你会使讲啥物读字词？我会使讲不啥啥。你若感觉即个人趁足侪钱的，活路趁甲足好的，你会当讲啥？我会使讲有说说。若即个人趁无钱兼破产，你会使讲啥？我会使讲碰车。喂，今仔讲到这，谢谢大家，我是伟德。水哦，水哦，有2部7楼。大理族哦，尾啊，佮甲西公请出来哦。规段我敢会记咧碰车。但是有一个点会记得就好啊，这就对啊。到底今仔日咱伟德会过关无？评审。恭喜！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 2个1箍啊，2粒2箍啊，尔。嘿，小人老师无饲，老师无饲，伊是算教授级的。对。所以一般伊的这个角度非常的严格。那你今仔日伊甲你饲落去，你下礼拜就使去国家剧院演歌戏啊。爱较拍拼。来，唔是，其实我应该爱讲一个吼，你其实讲了真好啊，以少年人来讲真正真好啊。但是我感觉既然讲遮好啊，应该有一寡字你会当讲较清楚的。譬如讲迄个形容词，你讲形容词，你可能伤紧张的款，嘿啊，你就会讲唔对啊。譬如讲团成，你嘛讲啊小可操年代一点嘛。但其实讲了真好啊，因为你故事编排规个拢真好吼。抑个有就是咱破格囡仔，其实咱以前是咧骂人才会讲破格。我对这个。 形容我较少有一点啊，我嘛是有小可研究，有这种形容词敢若唔对。迄是啥物情形下咧讲？若是讲乌鸦喙，有这个讲法。乌鸦喙是较好。
我是种鱼啊，足好的鱼啊。唔是啦，乌鸭嘴，乌鸭嘴。啦，其实破价是一般吼，咱伫咧骂迄个囡仔是查某囡仔有无？你实在有影真破价，所以无法度嫁着好翁，而且你会去败着恁翁，所以真破价。对，其实这是一种，你唔是伫咧形容讲这个语言无，这个行动无，伊咧讲的这个故事，你来讲是破价囡仔，唔是，对无吼？人若说政府啊生菜瓜啊，反说袂生。迄就是讲，其实伊咧预言，吼，你讲，假使讲哦，未来会安怎，这应该是讲哦，虽然阮想好才甲你讲，阮讨论者，讨论者，今仔这题看啦，又困半点钟咧讨论，搁惊讨论。啊，迄个观众朋友，迄个你若要搁较了解呢，伊若想无，阮会拍你迄边啊，拍你。我想出来，拍切衰，唔是，拍切衰是你甲讲歹话，你拄仔咧甲纠缠，对，一直纠缠，对，纠缠更较准，更较准。我是感觉吼，为着你是该因回事嘞。我真正记住这一个你讲你句话，大家即马讲伊在讨论到无法度有结果。啊，无多好势，公司到时阵要出来回事嘞，回事嘞。无，这总是要得到一个答案。我免紧张，我敲电话问阿公出来。超远啦，等下，无你敲电话，我来讲。好医生讨论哦，我想讲者，这话题我感觉真巧，因为讲伊的笑话就是现场有啥物人，伊就讲啥物人的笑话，所以讲大家听起来较有感觉。啊，然后少伟哥的优点就是讲伊真松。放轻松，我看过吼，我甲伊做伙去英国佚佗，伊内裤嘛真松，吼，规个人拢松。而且这无什么代志啦，迄唔免私底下的代志，你唔免讲啦。代表讲这款松是大家爱学的物件，有这款松的感觉，为着淡薄今日歹势，两个人来，两个真正讨论。伊两个咧研究，真的啦。我看你先开记者会好啊啦。来，我已经讨论出来，已经讨论出来。啊，你无用你的，阮无用阮的。哦，对。因为我讲吼，董老师吼，阮拢想到是阮做囡仔时阵，拢有坐伙人甲阮交代，伊讲你先甲即句话包起来。包起来。啊！你后摆日后你大汉你拍开，你就知影我即马咧讲啥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，对唔对？大家莫搁冤啊啦，恁讲的拢对啦。破价就是命中带破，就是800命，就是扫帚星啦。家己做代志袂成功啊，伫个团体内底，伊目着的代志拢带水带屎啦。而且伊讲话时，就是讲形体讲屁想，也是讲拍切衰。也是讲乌鸦嘴、好蕊蕊，讲甲对啦。啊，上好是甲伊的话包起来，拢莫讲。你今仔家好起来，哇！恭喜好起来滴水哇！啊，一下手咧哇！容易。无安尼无面子的。袂啦，啊我包啊款的包起来。无啦，你嘛是留咧看啦，拢足精彩的啦。你咧录你钱领要走啊？啊，我正常拢这个时间就领对子，若搁要坐落来继续加时。好啦，我接触任务的，忙坐啦，钱啦。我要看后壁的选手哦。看什么人比你较厉害？拢无。有啦，迄足精彩，后壁足精彩。嘿呐，好。安尼好，请坐。恭喜伟杰，来，第一个过关的哦。来，马上来欢迎咱今日第2位选手，欢迎咱的基言。今仔哪会挂一个乌人呢？啊，就是为了一寡较特殊的妆。哦，特殊的妆。对，所以先扎起来，比较有人看。你有想过你的对手大概是生做安怎？我头拄有听到人咧讨论啦，讲是一个迄个连喙会演员安尼。哦，真正诶。嘿，真正的连喙会演员安尼。不哩啊高人，佮不哩啊敢讲。佮生得水。我惨，水这我可能会比诶，其他袂。家己讲。赞有自信。对，今摆咱甲欢迎出来。好，来。当日穿甲水当当，煞害咱好子吼主持卡手乱。哎呦！迄笑的半啊，直接来啊！跳袂歹哦。哎呦！就每人博，互好子用得好，因为伊今年还袂娶嘛。还袂娶。 30秒互我将1甲10。 拢总将近20个音讲好完，30秒。好，你甲10秒啊？你讲30秒就30秒咧。来，制作单位帮老师算一下30秒，预备，开始。无啦，毋是啦，迄是表演的内容，所以你来提落啦。
招起来，脱口秀台语第2季要开始报名咯！无论你是台语的武林高手，还是拄仔要学台语的新手，唔免惊，做你来，这就是你的舞台。大家做伙讲故事，练嘴花讲笑开，欢欢喜喜来比赛，轻轻松松拼奖金，紧来报名哦！欢迎收看《Talk 秀台语》。咱来 talk show 台语。邀请伊的对手，悠悠。连翠花甲的甜心，甜心嘛是甜心甜瓜甲无粉肠甜豆啊，还有甜尾溜。够一个大咯，甜心甜豆不甜根，一只甜啊无心，一只甜爱死。甜心台语就是甜心嘛。甜心，你也听讲 sweet heart 好不好？会使先自我介绍一下无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啊，我讲这个脱口秀吼，大概是加减算大概是3年。哦3年你算你算10个钟头啊？歹势，我头壳无好。啊，你头壳无好，你紧转去。所以你平常是拢伫对咧表演练嘴花？是。伫咧卡米蒂。卡米蒂台北的对啊。对，台北。问一下咱的主演呢，看到你的关注感觉呢？我即马惊到要死，惊到要死。惊到要死哦！哎，对，我即马真正是踹咧蛋哦。哎，你讲话咱较清楚，较清楚一点嘛，嘿，真正。惊到要死，我真正就惊吼。嘿，你讲惊到要死。我即马惊到要死。惊到要死。惊到要死。啊对，踹咧蛋。炒咧蛋，炒咧蛋不是炒咧蛋哦，炒咧蛋，炒咧蛋是炒咧头。不是，既然唔免紧张吼，因为瑶瑶的表演哦，我有看过，伊的表演看到你会放轻松，我有一遍吼看到困去。真假。哦，你讲这句最有信心的。你是顶工规暝拢无困哦？我一讲足忝的，听咧我就困去。结束啊，伊问我讲啊，我拄则讲啊好无？我讲我感觉袂歹啊。我讲哦正常的，因为你若有当时啊吼去看舞台剧的是看表演的时阵吼，你若电火暗嘛吼，拢会困去。咱你咧电影院啊，共款吗？咱就看到足刺激的人边啊，嘛是困去，哎，就是拢伤忝啦。哦，啊，你等下表演的，阮会困去袂？哎是，唔知。啊，无看看哎，先来看卖啊，看困去。好，来欢迎悠悠表演。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大家好。我今年咧已经30岁啊，也未结婚。阮老爸介烦恼，大工拢咧问，我就讲教我老爸讲，爸，你莫安尼。足侪人拢讲婚姻是爱情的墓仔埔，啊，阮爸讲，哼，啊你也无爱情，倒位来的墓仔埔？而且吼，若是你阁无爱结婚。就是我要生伫去墓仔埔内底啊！不过我感觉上奇怪的代志是，以前毋是安尼。我细汉的时阵，阮老爸足无爱互我甲查某耍做伙。有一摆，有一个查某敲电话来阮兜找我，阮老爸接到，伊讲：你这个死狗囡仔，你毛拢也未发好，叫来拍七啊！你变少想啦！当作要少年过吼，迄个查某应讲：阿爸无啦，5岁啦。阮爸讲：你即马是叫啥阿爸哈？你真正是手会拔啊，毋知死我。迄个人讲：我是伊导师，所以刷落来我就转读啊。我细汉的时阵，若是阮我爸爸讲。阿爸，若是我这世人拢嫁袂出去，要安怎？阮爸会讲：哎呦，拜托你免烦恼，你还阁有我，好无？即马咧，若是阮我阿爸讲：爸，若是我这世人拢嫁袂出去，要安怎？我阿爸会讲：哎呦，拜托你，你紧嫁嫁咧，要无吼，你还阁有我，爱饲哦。感谢大家。蔡华姐啊，
起来起来！介绍啊，介绍啊，我介绍啊，你讲出来了。你表演耍，表演耍，过来画鸡眼啊！嘿，对，来欢迎鸡眼。Hello everybody， 我是安奈斯塔西亚，安奈西的遐老师啦哈。You know， 我伫咧 America 有舞蹈要15年啊，最近才拄转来，常常听到人讲吼，迄你看，迄跳了上优美的迄个，迄是芭蕾，啊那迄吼。跳啊上有节奏的迄个吼，迄叫做流行舞啊！那迄吼，啥物拢看无的啦吼，迄就叫做现代舞。这毋是舞，这是太极拳。嘿 ，Today follow me， 跟我走。让你马上成为一个现代舞 dancer。OK，so the first， 头起咱爱先学菜花子啊，放轻松，爱先坐下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哦 ，sorry， 放了伤轻松啊，歹势，安尼。最后咧，咱就要来跳舞 music。现代舞其实超 local，very local， 就是安尼啦。看好，种稻啊，扫草，拍网，啊个掠鱼。啊，你若掠鱼掠无，咱就无虾，无虾，咱就忘啦啊，搁咸死靠，会晓啊吗？喂，多好时间到，真正时间多。哇！对，好，来。拄则摇表演了，我感觉你真正就有希望。看你表演了，我感觉嘛是爱来看一下咱的评审安那心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即摆足惊呢。评审即摆咧讨论，咧讨论啊，到底只言会过关无？无过关，是因为是摇的关系吗？还是伊家己的关系？到底是安怎咧？到底是？其实练翠花这件代志，是经过你讲的这个故事的编排，你规个卡本内底的这个组织性，会讲互大家欢喜，大家笑。当然，你的专业的这个表演，你的舞蹈这足专业的，你的体格，你牙手，你的身材等等，迄拢是足关分的。但是练翠花是一件代志，其他的表演是另外一件代志。等到迄个摇，你摇嘛，拢食无饱嘛，看起来安尼扁安尼，拢食无啥饱。要特别甲这个主持人讲，因为你本身的台语讲了无讲真标准，因为经过这么多礼拜，你应该伫遮呢下真大的决心，就讲要甲练好好势，分数的位遐佫举佫较清楚。听好清楚，表演甲你的段落非常的分明，迄才有分数。有站才开啦。对，迄个开口啦。无你一直讲，一直演技，一直讲演技，变做我来参加一个舞蹈班的这个训练，甲练翠花无啥物关系。其实迄个台语你用安尼连要讲其实就亲像拄啊，迄个孙仔咧讲，其实站头就是戏出有无？伊有一个段落，因为咱毋是搬的，咱是用讲的，所以其实你伫咧每一段咧录句甲讲故事的时阵，都必须爱真清楚。若要以一般的少年人来看，其实我感觉恁听讲台语已经真值得鼓励啊，应该是正面甲恁鼓励。但是你若确实会当搁较加油咧，莫放弃吼，搁继续来参加。你伫咧即个内容的故事，你会当搁想看卖啊，重新设计。因为你的身段、你的舞蹈、你的基础，其实对阮来讲是有加分的。因为他都食迄个，你讲足腰的吼。摇，好足腰的吼，对嘿。伊先玩到哦，甲腰尔吼，对。伊虽然伊咧讲是因爸爸甲伊故事，但是伊是有将家己设定伊的角色是伫咧遮。虽然你演是一个老师伫咧教，但是你其实有一点仔跳通。即摆要分数，
有你嘞，我觉得。伊讲因的老师叫做导师啦。嘿啦，我就嘿，迄听起来敢若咧讲迄个西讲老咧。师就会使啊，老师。无啦，讲一个啊，伊毋是讲迄个除了导师，以及我7月半啊，伊讲7月半啊。 7月半啊，7月半啊，伊讲7月半啊，7月半啊。这就歹评审的原因是吼，悠悠你拄则表演是吼，大家听到有淡薄仔要困，也毋过子下的表演是鼓励大家困。过气氛哦，大家想要困，真正放轻松的感觉。所以讲，作为讲是练出迄个表演，有淡薄仔较无好。这个口仔我其实是鼓励，因为你比赛到这个坎站，你搁试一寡无同的方式吼，有一个角色啊、跳舞啊，这拢真正好。也毋过你最后一段确实是一个练出的内容，所以讲你应该直接去最后一段。你已经足够啊，你嘛足够啊，这是回去吼，搁。 加减啊，哪练习，哪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恁会愈讲就愈顺，愈讲就愈好。因为语言在咱生活当中必须爱用的，而且你一定爱接讲，爱接练。啊，你就定定甲人安尼伫咧开讲，伫咧讲，愈来你的台语就愈来愈练长吼，加油吼！有进步空间。对对对。好，不要紧，后摆阁有机会。感谢你来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最后一位选手，欢迎咱的东บิ๊。 哎呦，哎呦，迄7月半啊，直接来啊！跳袂歹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招起来，招起来！脱口秀台语第2季要开始报名咯！无论你是台语的武林高手，还是拄仔要学台语的新手，唔免惊，做你来，这就是你的舞台。 大家做伙讲故事，练嘴花讲笑开，欢欢喜喜来比赛，轻轻松松拼奖金，紧来报名哦！欢迎收看《Talk Show 台语》。咱来 tal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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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ow 台语。哎呦，哎呦，迄7月半啊，直接来啊！跳袂歹哦。哎呦。 哎呦，哎呦，就恐怖！就恐怖，到底有偌恐怖？真恐怖！7月半啦，哎呦喂啊！哎呦，你知影今仔日国宝要来无？我早起才知影。哎呦，啊你谁哪有迄个勇气，家己装假呢？什么勇气？人我是一张敢若两条的条仔子啦。哦，你叫条仔子？嘿啦，咱有花子啊，对无？啊条仔子啊，啊，这个还有剪子啊，啊剪子，好加在剪子走啊。哦。因为这个节目有一个媒人婆就有够啊。哦。你家己吼，感觉家己的这个台语的程度安那？普普啊。普普啊。嘿，普普啊。 今仔日制作单位哦，嘿，足残忍的。我知。请一个侥幸教授级的。哦，伊若大概出来讲，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解说2字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我拢食因兜的苦茶糖。哦，你帮我甲反映出来。哎呦，讲甜点说甜点了，甜点说不尽，欢迎我国金老师了。哎呀，老师你好！老师听那就对啊，听那就对啊。因为吼，每男婆，互孝子用就好，因为伊今年还未娶嘛。还未娶。台湾话咧讲，今年还未娶，就是已经娶了的人才会使讲。对对。啊，但是安那讲嘛是台语吼，老师你较厉害，解文说理你真正有够赞，你咱公视台主持遐尔啊侪节目着。小弟在下不敢当，咱两个谈遮唔通灰嘛唔通灰，因为问题爱留互孝子家己问咱的选手讲，啊你今日看到关注感觉啥款？因为人顶一个选手有讲看到王孝伟本人较缘投，我话你等一句，无我上节目想要创啥？
哎，老师等足久的啦。哇，我甲你讲，看到你的关注，看到王小伟，甲看到吴国珍老师的感想，甲反应是共款，心肝皮泡菜啦。心肝皮泡菜。哎，你较过，你较过，去小伟遐就好。我甲恁讲，30秒互我将1甲10。拢总将近20个音讲好完，30秒。好，哎，你甲10秒啊？你讲30秒就30秒呢？来，制作单位30秒，帮老师算一下30秒，预备，开始。无啦，毋是啦，迄是表演的内容，所以你来提落啦。你真正同我10秒啊？你安尼我要来反应，我问你。来，表演来。来，我处理者，好，你处理者，好，你处理。即马真正开始10秒啊吼，你给我报表来吼。哦，今仔日有够歹主持的。我是郭国珍。讲起着少年时，我甲我心爱的人约束伫咧12路口上会，迄年19岁。上车了后，阮去加油站，95个加落排列的人真侪。车驶去到八卦山，阮叫8粒肉丸食甲开心花。我甲讲，咱是7世夫妻，6亲在内拍算无问题。迄当阵拄啊6点55分，天顶出明月。阮继续叫四神汤食3、4碗，无较加。我甲讲，咱是3生有幸，2人有4配。我绝对无爱第2个，伊嘛甲我讲一生只爱你一个。结果伊佫甲我问，讲你带我来到八卦山伫咧行，中华毋知倒位好耍佫好食。我讲今日喊得几时？咱金曲奖的作词家阿顺兄，佫有咱的小生唐美云来坐伫遮，我用7字啊4句连讲互你听。讲优秀风景到彰化，铁路建设较完善。你甲看，彰化的铁路较完善哦。啊，若要佚佗往海岸，咱公路汽车就爱盘。山毋行要往海，第一就爱河美甲山西，第二风远福兴好所在。啊，若大城欢迎大家来。啊，搁有哦。彰化这个所在吼，实在真趣味，真好佚佗。彰化到底倒位都行有路，有山有海有平埔，实在要讲甲招云无法度。啊，毋过秀水无盐烫溪哦，还有一个江水路接二溪路对无？有做无？啊，搁有彰化建设达位有梨林科学新园区，这是爱俄罗县政府最近才争取，因为有真侪先进的产业来投资，搁来咱讲转来火车，彰化搁来大站是园林庄，5路的人客圆圆转，实在讲，逐项物件来遮买多10庄，园林搁来是沿镇，这搭的腔口较特别，实在淡遮乡亲多亲切，人口密集搁热烈，搁来火车继续甲看，继续甲行。讲彰化的火车搁再走，搁剩10分钟，我再过表啊，看过台铁的时间表，我才讲的。搁剩10分钟，园林永靖就会当坐去到社头。这搭的所在名声嘛是真正透，佚佗无想当咱兜。啊，社头倒位到，你敢知？社头卖啊真正好，啊若面卖就爱分厚补。讲起来，外销世界人学了，这款的产业别位无。搁来彰化的车头搁研究。咱也通落车电中打麻油，啊嘛通离水四界去游赏，啊，搁有就爱搬车往溪州。讲来到这，拜托大家支持鼓励一个捧仔声，甲小弟赞声，多谢。啊，东庙，过来换你啊！哦，唔好惊，来换东庙，来老师，谢谢。来老师，有请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跳阿姊啦！啊，大礼拜吼看这电视是讲公司台语来请甲这帮的乌鲁木济酒龙饭店，真正有影是看啊这落的啦！我甲东边讲吼，你都吼去东京吼，你豆豆啊佚佗，豆豆啊爽，我来替你上节目啦！啊，讲这个人吼，为台湾各地拢来参像迄个李长伯，我即摆看到政治人物都有册，你莫看伊笑甲安尼哦，六月挂菜皆有心。迄有毛的食着脏水，无毛的食着凊腿；有骹食着老腿，无骹食着倒啊贵。食东食铁，食阿鲁米，讲的就是你啦。搁少想要选市长啦，这款人，我甲你讲，啊早咧啦！啊边仔这空地，
莫看伊安尼点点食3碗公半，莫搁食便当要互你输了啊！你留一寡便当互边仔这无饭通食，酸酸食好无？酸酸讲伊拢袂红袂清，我讲是因为你伤早晚，人都爱在长红才晚，你就是无在长红，才会安尼酸酸酸溜溜。啊，毋过酸酸真好，为这节目吼去上这个台语课，我想讲上台语课，这幕想起来就落过啊！你台语课要哪会付气啦？食无3百样菜就要上西天，要炸咧啦！对，还有这花枝啊！你看你这个节目留到剩这位啦，人讲20搅30条，40弄低调，这是啥？那是火烧高粱啦，无人啊啦！莫笑，顶外迄2只。一个讲啥呐？讲到日本的漫才啦，漫才是一个负责低空低笑，一个负责吐槽，低空低笑这啥？吐槽迄啥？一个叫做歹鸡搞鸡，歹人搞言语啦，讲了就你这2箍啦。剩的查甫我看吼，因本地吼想讲，才有一个少年妹妹啦。想讲1减2个蒙拉减7个，即摆脑xuất来啦，这3个查甫的，巴肚就一地肉伫咧食，喙就长咧补。地个硬半咯，目睭搁伫咧顾，这个人真系小地个，小到个小像衣冠骨，上夭寿就对面这个。好，多谢。这蒙牌是安怎？要甲恁做马克是？我甲你讲，要甲恁做马克，要炸咧啦！还有这边仔这，莫看就是你，莫叫是讲我唔敢讲你哦。这支的温情，你也无甲我报答的五良先生。想当年借东风的时阵，就是这支咧替你献的，才有法度攻破赤壁之战呐！现在啊，老师来，哇，这真正有效，咱的主题。嘿，神哦，落翻天哦，真正听了有落翻天哦。紧张，刺激。即摆咱的评审呢，开始咧一直在讨论，到底会过关未？来。连米粉也要甲吃咧，今仔日第1粒钟，哇，咱来请咱的同乡来讲一下，到底为什么你今仔日这粒钟甲起落去？其实2个拢真优秀。对。因为这个国珍其实咧讲台语足好听，尤其要用台语来介绍咱这个中华每一个所在，其实真无简单。第一，真正爱足熟悉，因为讲了会顺。其实你若用背就无情感，而且佫袂练长。但是你就是真正足熟的，而且对头前开始的数字，阮甲迄个时阵，阮拢感觉真好。那个数字，你头前有无？你用对数字开始介绍咱迄地方名。所以我嘛中华人，所以你伫遐咧介绍的时候，我就哪咧想看讲你倒位啊介绍无对，你即马咧介绍倒位，所以真正讲了真好，嘿啊。配合。其实你嘛介认真啦，因为台语要讲啊，你安尼歹势嘿啊，对。真正是有影讲了有练长，而且讲了有摄拍，老前辈安尼讲嘛，真摄拍，嘿，对。准哥，我呢，这个国珍老师其实呢，我咧过去呢对伊的真侪节目拢足喜爱，有啥个相当个研究，甲老师共款。他都听到你哇，你八卦山哇，这个3不5时啊，什么这数字顶头才会变化，这非常的无简单。你要搁甲写个一篇文章，因为我是一半，我是阮母也报道，若讲到报道，我就想要好，因为阮母也正是大报道，所以讲咱迄个感情就特别深。何主你嘛是中华人，你中华倒位？我中华市三民路230。唔通讲出来，马上讲出来，你当时说。听老师讲完咯，我唔敢讲我中华人咧，你太恐怖啊！真中华太了解。拄则老师讲演真有无？嘿，咱国宝听一个笑出来。演真遐开口真。讲来遮，我插一个话啊，甲大家参考吼。咱定来讲台湾话，拢会讲我讲话一个腔。是。大位少年家感觉歹势，哎呀，我讲话有腔，你唔通叫我讲。大家斟酌听吼。每一个人讲话都有腔，无迄个讲话无腔的人，因为腔口是相对的。
我的腔甲你的腔无共。头拄我咧讲，我鹿港无讲着，我讲一个鹿港人亲身的过程，讲一个鹿港人南北二路行透透，当去因庄头安怎讲，你敢知？安怎讲？伊讲哦。我去到台湾，听人讲话，逐位都有腔，敢若咱鹿港人讲话无腔啊！无错，鹿港人就是安尼讲啦，好啦。真上诉对无？上诉可以办哎，紧嘞！拜托3位评审点爱切掉啊，对无？我有加分题呢，我有加分题呢，对无？来，跟你比。我讲2句，其实 Q 就是上水的感情啦。你就是伫遐大汉的，你才有迄个情感，才完全甲恁故乡上水的物件带出外。嘿，电脑吼，动力吼，你较少看，因为表演吼，袂当有迄油爱开，你听有？伤油。嘿，今日互你就是讲你的本车都袂歹，你讲吼，蒙牌迄拢无要紧，迄讲趣味的。古早迄个吼，小亮哥就是讲我是蒙牌，行来行去，我拢讲伊消防栓行来行去。我非常的欢喜听到迄东边吼用这款美国迄 roast 吐槽的方式伫做这款表演吼，而且是规段吼，你用台语、四句连啊、俗语安尼去甲伊骂吼，我感觉非常的好这是袂歹老师的表演我无话通讲，非常的赞。也毋过今仔日东边就是去刺激现场的所有的选手，所以讲要用骂的方式，迄款方式就会。互大家感觉讲，足趣味的，大家讲拢叫骂着啊，就亲像顺哥也毋过我感觉有淡薄可惜，就是哪会无甲我骂？我那想，因为你无重要啊，没你嘛。因为时间到，凶杀了。那是有时间你有写无？因为美丽浪费嘴烂，浪费时间，浪费嘴烂。也毋过真赞，我感觉用 roast 的方式做这个比赛，真赞。加油！不啊！我一件代志，我一件代志一定爱讲。啥物？就是这顶是咱迄个变装红袖年会啊，有无？伊的设计师设计，我专工去买这顶来。都已经互你过关，你搁计较这要创啥？对无？一定爱讲。我讲，若要计较，就爱我计较。比分这，拜托诶！我加起用烟头一块，我做好无？我加起用烟头一块，我计较。做啊，对无？我加起用烟拜托诶，吼，一块我计算，一块我计算。真是。感谢你有知哦，真是，多谢。真的来了。不要哦，放得这边哦，真是。